客旅人生。聖經用唔同嘅身份嚟形容信徒，例如係神嘅兒女、君尊嘅祭司、聖徒、神家裏嘅人、主嘅羊群、主嘅佳偶同埋基督嘅精兵等等。然而除咗呢啲身份之外，多處聖經嘅經文都提醒神兒女同有另一個身份，就係客旅，響地上係寄居嘅。咁乜嘢係客旅呢？客旅就係旅客，可以講係一個異鄉人，佢係短暫逗留、行裝簡便，唔屬於呢個地方。客旅寄居者知道自己終必要離開唔屬於自己嘅地方，返到真正屬於自己嘅居所。當信徒明白自己響地上只係客旅，係寄居嘅，佢對金錢嘅睇法會改變，對得失嘅反應會改變，對苦難嘅理解亦都會改變，因為知道呢一切只係短暫嘅過程，並唔係終點。聖經提及好多嘅聖徒，佢哋終日都係羨慕一個更美嘅家鄉，就係響天上嘅。佢哋等候嗰座有根基嘅城。如果我哋嘅信心只係建立響地上變幻無常嘅事物，我哋都必然會隨住地上事物嘅變幻而信心動搖。聖經講呢個世界同埋其上嘅情慾都要過去，唯獨遵行神旨意嘅係永遠常存。一切我哋眼見得到嘅嘢，都只不過響說倒數，隨住時間流逝。所以聖經講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聖經唔係叫我哋逃避世界，而係唔好將我哋嘅心投放到一個唔以神為中心嘅世界。因為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聖經講，原來我哋唔係顧念所見嘅，乃係顧念所不見嘅。因為所見嘅係暫時嘅，所不見嘅係永遠嘅。我哋唔係要否定眼前事物嘅真實性，而係唔俾眼前嘅事物去主宰我哋嘅生命。當人只看見所眼見嘅一切，佢就必然會為暫時嘅事耗盡一生。當我哋睇見永恆，我哋就會為永恆而活。今日我哋係咪清楚我哋喺世上只係一個客旅呢？我哋係咪都羨慕嗰個更美嘅家鄉呢？還是我哋已經深深扎根響地上，將異鄉當成係天上永恆嘅家鄉咁樣看待？願主使我哋嘅心越嚟越清醒，明白我哋係客旅嘅身份，響世上並非定居，而係寄居嘅生活，盼望住天上永恆嘅家鄉。